大家好，我係金特利，歡迎返嚟金特利編輯部。今集繼續同大家分享一啲有趣嘅歷史故事。之前有一集講到毛澤東認定劉少奇係中國嘅赫魯曉夫，決心要整死佢。結果文革期間，劉少奇受盡折磨咁死喺河南開封。但係當時俾人認定同劉少奇同一陣線嘅鄧小平，僅被撤去總書記一職，退出權力核心，仲保留住黨籍，直到毛澤東死咗之後，鄧小平復出，推翻四人幫，逼退華國鋒，成為黨實際上嘅最高領導人。咁究竟點解鄧小平同劉少奇兩個人嘅命運會差咁遠呢？毛澤東點解會放過鄧小平呢？喺文化大革命期間，鄧小平俾人批判成黨內第二號最大嘅走資派。雖然俾人囚禁，但始終冇將佢同患難與共嘅妻子卓琳分開，亦都冇受到好似劉少奇或者其他走資派咁樣嘅人身迫害同摧殘。喺政治上都對佢有所保留，淨係撤咗總書記個職，冇開除出黨，仲保留咗常委一職。鄧小平能夠僥倖有此待遇，最主要原因係毛澤東對鄧始終心存一份賞識。1972年，中共前外交部長、十大元帥之一嘅陳毅逝世。喺陳毅嘅追悼會上面，毛澤東對陳毅嘅夫人張倩透露，鄧小平同劉少奇唔同，鄧係屬於人民內部矛盾，劉係敵我矛盾。文革嗰陣時，林彪同江青班人想將鄧小平同劉少奇一齊置於死地，但係毛嘅意見係佢同意批鄧，但程度上要同劉少奇有分別。1967年7月，毛澤東單獨同中央文革小組重要成員王力談話嗰陣時，曾經講過，如果林彪身體唔得嘅話，我仲係要揾翻鄧小平出嚟，鄧至少都仲係常委。鄧小平俾人監管之後，毛澤東冇俾林彪同中央文革小組插手鄧嘅事，淨係俾佢信任嘅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負責鄧嘅事，實際上係將鄧保護住。不過林彪同江青班人對鄧小平淨係俾人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唔滿意，佢哋喺1968年10月召開嘅中共8屆12中全會上面煽風點火，想造成一個聲勢，要求開除鄧小平嘅黨籍。毛澤東到最後都冇同意，仲要保住鄧小平。佢話鄧小平呢個人，我總係要幫佢講少少說話，就係睇住佢喺抗日戰爭同解放戰爭期間都係打過敵人，又冇查到佢有咩其他歷史問題。毛喺閉幕會上面又再強調，鄧小平呢，大家想開除佢，我對呢點仲有啲保留。我覺得呢個人呢，總要同劉少奇有啲分別，事實上都係有啲分別。正正係因為毛澤東堅持，先至阻止到林彪、江青班人想徹底打倒鄧小平嘅圖謀。鄧小平喺政治上冇俾人判死刑，佢保住咗黨籍，被掛起咗，咁樣為佢之後復出留低咗一個好重要嘅伏筆。1973年，鄧小平復出做國務院副總理。1975年開始代替病重嘅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。喺之前，鄧小平已經受命做中央軍委副主席同總參謀長。由呢個時候開始，佢開始全面主持黨政軍嘅日常工作，大刀闊斧咁整頓。鄧小平主持嘅整頓工作，無可避免會走向否定文革。呢樣嘢毛澤東接受唔到。毛澤東臨死前曾經講過，我一生做咗兩件事，一係將蔣介石趕到台灣，第二件事就係發動文化大革命。因此，由江青煽動一場批鄧反右傾翻案風嘅政治運動喺全國展開，鄧小平又一次遭受到政治生涯嘅嚴重打擊。1976年，毛澤東撤銷鄧小平嘅所有職務，保留黨籍，以觀後效。實際上，毛仲係想靠鄧嘅工作能力。毛心裏邊明白，靠四人幫去治國，中國只會陷入混亂。不過周恩來去世，鄧小平被批，主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按職級就要輪到四人幫之一嘅王洪文。
黃洪文做政治局委員嗰陣先得42歲，係建黨以嚟最年輕嘅委員。佢本來係上海一間紡織廠嘅幹部，升到中央最高權力階層嘅速度之快，令外界俾咗個綽號佢，叫做火箭式幹部。冇人知道毛澤東點解咁中意黃洪文。佢得個中學程度，不學無術，對領導治理工作可以話係冇任何貢獻。但出乎意料之外，毛冇俾黃洪文接管中央日常工作，反而提議並且經過中央政治局通過，確定華國鋒做國務院代總理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。另外作出全國軍區司令員互調嘅安排。有消息話，軍區司令員互調係鄧小平嘅主意。毛曾經召見過黃洪文同鄧小平。毛問佢哋：我死咗之後會點？黃答：以階級鬥爭為綱，建設國家。鄧就回答話：天下大亂，軍閥混戰，所以毛就做咗司令員互調嘅安排。1976年嘅9月，毛澤東去世，四人幫被粉碎。1977年8月召開嘅中共11大正式宣告，歷時10年嘅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。同年，鄧小平第3次復出，啟動改革開放政策，以實踐係檢驗真理嘅標準，衝破咗長期以嚟左傾思想嘅束縛，為中國開創咗新嘅歷史局面。關於四人幫點樣崛起同俾人粉碎，林彪點解叛變出逃，文化大革命點樣摧殘中國等等，我會留翻下一集再講。好啦，毛澤東點解放過鄧小平嘅故事就講到呢度，歡迎留言討論，我哋下次再見。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，變成一個超級大國，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，到處欺負人家，侵略人家，剥削人家，那麼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，就應當揭露他，反對他，並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他。